请问肾巴肚边是形容什么状况？A 伫个边啊化休 ，B 侮辱别人 ，C 甲人卡伊。你有40秒时间。肾巴肚边，我肾巴肚边。真的吗？肾是按边啊，嘿，边啊，安尼就对。边啊，肾巴肚边，我刚刚有听过。人化休，侮辱别人。应该是互人卡油，讲卡油，肾巴肚边。哎，有可能食出名嘞，肾巴肚边，较侪吧啦。礼拜哦，好，休息。试看卖啊，试看卖，拢行到这步啊。恁感觉甲对，你有讲者恁感觉，打一个。肾巴肚边。后来是个卡油啊啦，卡起来。好，好，有答吗？卡起来。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甲人卡油 C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甲人卡油对唔对？先卖机啊，但。容易滴点人情咯。要开酒单呀！先去准备酒，先去准备酒哈。来，老师。恁后爸约，互你约着。因为瘦的人无油，像阮是有啦吼。啊，毋过瘦的人无油，你嘛是会当肾巴肚边甲卡油。啊，是安怎会安尼咧？就是以前的人，因无可能像咧落地啊遐济，有足侪人拢有下包，也是用内底倒汗安尼吼，拢钱藏咧。啊，然后你感觉伊有钱，啊，你要甲讲，摕瓜出来，摕瓜出来，也是安怎？咱所以有定条这个动作，就是安尼伸咧伸咧，所以叫肾巴肚边。然后迄个伫边仔化休，咱一般讲肾动，吼，啊伫边仔去侮辱别人，咱是讲屁想。屁想，所以卡油毋是真正卡这个油，就是讲感觉你这人油细细，剩一块啊，啊所以就卡瓜来互家己用，安尼毋是规碗胖吼，一点点啊尔，一点点啊尔啦。嘿，好，老师谢谢。